来关心经济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天狗日的病例是新增加215个本土病例，同日冒加2例。咱国内累积即马已经有845例。疾管署是提醒讲，风台过后，天狗日的风险会增加，所以这礼拜有可能就会超过1000例。国军化学兵专心武装开始喷药啊！今日杜苏芮风台过境了后，台南天狗日日区严重积水，被每网啊生炭。不管是民众厝内，还是室内每一个所在，拢详细消毒。因为国内天狗日的疫情升温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顶礼拜新增加215例本土病例，当前的患者嘛，佫增加2例。到7月31日为止，国内已经累计845例天狗日的本土病例，60岁以上的个案占43%。我们今天公布了新增2名的登革热并发重症的个案，那一位是住在台南的60几岁男性，那另外是在云林县70几岁的女性。那这2例本身都有一些潜在的疾病，那这2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大概都是在7月中旬到下旬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天狗日本土疫情前3名是以台南市691例上济，过来是云林县115例，高雄市32例。其中伫云林的部分，未少确诊个案是农民。县政府是讲，若做发现确诊个案，农园爱接受化学防治，也是封园1个月，所以提出每公顷补助6万块。那只要我们进行化学防治的部分呢，为了食安的问题，所以我们有进行田区的补助。这个部分我们是直接向中央来申请的，预估是1公顷6万块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为了全民的食安，那这1个月呢进行封园。疾管署嘛提醒，风台过了后1礼拜天狗日的风险升悬，尤其埃及花蠓啊，大部分会伫嘉义以南，所以这个区域风险较悬。不过全台湾拢有白线花蠓啊，嘛袂使无注意。预定这礼拜天狗日的病例恐惊1000多例。另外，国内新冠疫情缓和，疾管署宣布8月15开始，新冠体检阳性轻症无症头民众自主健康管理天数由10天调整为5天，嘛取消即时性放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